大家好，我係朱老師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種修辭手法，就係反覆啦。咦，你可能會覺得反覆咁簡單，使乜講啦？咪就係將啲句子重複咯。咁你就錯啦。其實咧呢一種係一種謬誤嚟嘅，反覆唔完全等於係重複噶。我哋咧一齊嚟睇一睇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一定要搞清楚乜嘢係反覆先啦。咁反覆就係根據表達嘅需要啦，重複使用某一啲詞語或者句子。乜嘢係表達嘅需要呢？咁可以係強調句子中間嘅一啲重點啦，亦都可以加重你嘅語氣，加強你嘅感情嘅。就好似第一條咁啦，這朵花很香很香，整個房間都聞得到。佢呢度咧重複使用咗很香呢兩個字，目的咧係我嚟強調花香嘅程度咧係非常之濃郁噶。而例子二啦，原料，我弄掉了媽媽的錢包。佢重複使用咗原料呢兩個字咧，係我嚟加強我整唔見咗媽媽錢包呢種做錯事嗰種絕望慌亂嘅感情。咁反覆咧都分為咗兩種類別嘅喎。首先就係最基本嘅連續反覆啦，即係同一個詞語或者句子咧連續咁樣出現，中間係唔加插其他詞語啊句子嘅。就好似例子咁啊，你快看看，那邊出現了一道彩虹。亦都有第二種間隔反覆，即係同一個詞語咧或者句子咧間隔咁樣出現，中間插入咗其他嘅句子啦。就好似例子咁，風起了，蒲公英的種子們要展開旅程，風起了。啱啱講到咧，反覆即係重複使用某啲詞語或者句子啦。咁係咪有重複就係反覆呢？當然唔係啦，疊字就係其中一種啦。疊字咧所用嘅詞或者字啦，都係不停地重疊出現嘅。就似例子咁，那株蓮花長得不直不直的，佢哋語氣中間咧係冇停頓嘅，中間都冇間隔啦。咁反覆咧所使用嘅單字啦或者詞中間咧都會有較長嘅停頓。好似例子咁啊，那株蓮花是多麼的純潔，當中咧係有逗號或者其他標點符號啦，作為一個停頓位嘅。咁反覆係咪一定要完完全全重複晒成個句子呢？我哋一齊睇下，整個班房陷入一片沉默，一種令人窒息的沉默，一種無人敢打破的沉默，彷彿連空氣都凝固了。乍眼睇好似冇完全重複嘅短句，但係其實佢係有使用到反覆嘅手法㗎。原因係佢重複咗一種 XX 的沉默呢一種句子結構，佢重複咗，咁佢咧都係屬於間隔反覆嘅，所以話反覆咧同重複係完全兩個概念㗎。同學喺做呢個嘅修辭辨識嗰陣咧，一定要小心留意啊！